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4日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高雄海军官校、空军官校155个人出现涂骹楼情形，初步调查应该是胃肠感染，唔是食物中毒。立法院新会期，国民党团化工要大声处理民生法案，民进党团呼吁今后总预算案获议过关。大陆冷气团影响全台湾冷气机，明仔拜二在过昼会渐渐转好天，2日8的天气稳定，高温25度。新闻一开始，先来看高雄的海军官校甲空军官校，2月中开始就陆续通报有大批学生出现吐甲流情形，统计有155个人有出现类似的症头。这卫生局经过调查，初步认定应该唔是食物中毒，敢是去喂到诺罗病毒，要等检验报告出来才知影详细。挂手落啊，斟酌7号清气，教室内底桌啊、椅啊也拢爱切，公共空间也着消毒。因为海军官校有151个学生拢发生走白的症头。23日有症状者累积151人，皆为学生，而且分属不同班级。初步研判为腹泻群聚感染。空军军官学校卫生局则是在2月21日接获通报。市府表示，15接到海军官校通报，到23中昼进前151个学生有走白的症头。空军官校也在21通报市府有学生出现烧伤的状况，到23中昼进前有4个人去看医生。海军官校指出，顶礼拜有部分学生胃肠无爽快去病院，医生讲是急性胃肠炎，治疗了后拢好啊，也照规定通报，会全力配合调查。初步排除是食物中毒，也会宣传注意个人卫生。也那卫生局研判是集体走白感染，也无排除是落得造成的。在我的门诊里每天大概2-3成的病人都是肠胃炎的一个症状，主要还是以诺罗病毒为主。小于5岁的孩子或者是老人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可能会更严重。医生讲，根据卫福部资料显示，今年过年期间急诊走北看医生的人是最近5年上多，9成以上感染的人都确诊是诺罗病毒。最近伊的门诊也未少人是喂到诺罗，呼吁民众爱吸食洗手，海产着煮好些较食。目前2间官校敢是集体诺罗感染，检验报告也未出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今仔讲到即马，全国大大小小病院在急诊，唔但讲欠医护，嘛拢讲等无病床。台湾急诊医学会昨就先提出警告，医学部是打算今日就招病院甲医学会来开会，讨论急诊住院的配床比例，加强病院的联防机制。急诊无病床的状况真严重，有护理师上网络呼吁民众爱将身体顾好。急诊当前患者有背景，也无法度入去。希望顶关人应重视医护比紧张甲晚床的问题。台湾急诊医学会直接暗时也针对这问题发文。加护病房是满载嘛，那所以连需要加护病房的病人都会留在急诊1-2天到3-5天，其实都有可能。到这个夏天之前，这个情况通常都不太会改善。但急诊医学会表示，急诊塞车的原因主要是因利用住院床位无够，甲急诊住院配床比例同头轻。建议短期应变应提悬急诊住院比例增加，让先过节需要急诊医护人力。长期改革应建立急诊紧急状态应变，或者是调整健保支付，推动急诊住院替代选项。在急诊并没有护病比这件事情，所以呢，等于是说，假设我今天留观超过了我的人员的工作量，相对就会增加很多。加开这个事件不是不可行，但绝对不是一个救急的做法。我们就是强化这个短期的因应作为，这边的话，明天还会再开会，主要是才了解之前都已经讲的东西，还有没有可以做的。为避免这种情形，除了落实分期就医，护理师工会指出，每年入第一线护理师只剩一半，安怎补救无够医护人力，争取明确就医转诊指引，向其拢要纳入考虑。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最近一个高中学生开门讲去当冲甲性骚扰，通报学校，说电倒去学校的主任骂。学校即马是出面回释的，表示讲这个主任的处理方式确实是无妥当，已经调离开职务。那针对性平事件，一定会追究全面检讨。
婚姻一间私立中学的查某国中生伫网络平台打文，讲家己去互查甫同学骚扰，伊甲导师报告了后，希望学校召开性平会。不过导师叫伊去找校安人员、学部主任报告，落尾说互老师来骂。今天下午会立即召开校事会议，来决定是否送考核委员会或者是教评会。那因为两位同仁的处置确实是有不当之处，所以说我们目前就是调离现职。学校表示，代志发生迄当时，学务主任判断查甫同学行为无够性骚扰，所以就无进行性平通报。每手学校伫咧二级完成性平通报，目前依照程序处理，学校会全面检讨甲改进。在礼拜六2月20号下午接到学校的校安通报，那我们收到这个通报之后，学校我们会责成学校依照性平法的相关规定以及程序尽快来办理。看起来学校这一次是比较是用告诫的方式。可是后面也就衍生了除了很明显造成那个申诉人的2度创伤嘛，因为他在那个过程甚至他是被责骂的。立宪基金会表示，处理性骚扰案件需要较高的敏感度，唔爱关怀被害人的身心状况以外，学校受理的对口对法规也爱有一定的理解。学校受理相关案件机制搁爱提升，才当避免类似案件搁再发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立法院的新会期，国民党团是整理包括 AI 基本法、长照保险在内，有23项民生相关的法案，拍算要大成处理。民众党团表态讲，双方会当继续来合作。民进党团是表示，若真正重视民意，就应该先予总预算案予其过关。大罢免要守住立法院立法院开议前一日，国民党依循惯例临时召开立法事务检讨会。立法院长韩国瑜也有受邀，完成有期会出现韩国瑜。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党团总调不分歧合体，营造团结。不过韩国瑜无出席。国民党团面对新会期，列出23项民生法案做推动重点。AI 基本法我会优先把它入法，是不是核电要继续延役？这关系到我们台湾整体的经济发展、社会住宅50%，先让给这些弱势的人乡亲优先来承租。台湾民众党跟国民党提出很多的福国利民、经济民生的法案，是高度的这个重叠的。最近我们3党也会坐下来共同来讨论，希望在这个新的会期都能够通过。包括媒体议价法、长照保险、电业法等，拢是纳被有顶塔着的优先法案，有希望的合作空间。不过朝野伫大罢免条一直攻防，那也发射优先推动民生法案，和外界积极要另外开战场，转移罢免焦点。民进党团是向那也发射，要挽回民意。行政院若提出总预算案予伊，就爱支持过关。那我们希望国民党要说到做到，但是眼前可以让国民党挽回民意，我想有一个最好的题材、最好的切入点，就是总预算的复议案。另外，几会立委罢免第1阶段已经提案，进至第2阶段连署的备战期，也都是冷却期。胡书要强调，罢免是人民的权利，政党无适合过度的介入，会伫第2线适时协助人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立法院真一阵是吵吵闹闹，这国民党的立委就提案讲，针对破坏麦克甲涉衣啊行为，拢要来做违法，物件若创歹去就爱赔。有民进党的立委就提醒国民党，唔通死到连家己都做袂到。另外，这赖总统总是招立委去官舍航巴，针对立法院的新会期来交换意见。斗阵甲拄啊杀到一个麦具也讲歹去，立法院朝野冲突不断，国民党立委提案修法，加破坏麦具门锁，也有攻击，加立法院长滚起来列入违法的行为，并且要求赔偿公务损害金额。去年的2个会期民进党好像跟立法院的门有仇、窗有仇、麦克风有仇、设备有仇。我特别提案修法。国民党之前破坏国父遗照，在国会议场内丢猪肉、内脏等，都是违法的行为。不要自己定的规定，自己又做不到哦。立法院新会期要伫2、5开议，赖香伶的出任民众党团正式会执行长，也恢复党团新会制度。国民党团是讲会以民生法案为优先，包含长照保险法、刑事污名、破坏现金，也有行路工固定假日这拢会列做优先的法案。明天国民党智库以及国民党党团会来召开会议，
一起针对这个会期我们要推出的优先法案做意见的交换。也来开议进前，总统赖清德也调一个民进党立委23到关社烘肉食饭，行政院长杜英泰也参加，那讨论民生经济国安这优先的法案。立委更加传达赖总统反腐公职应该爱本有初心。也来烘肉经费是赖总统家己出的，会中并无讲到罢免的议题。他没有提到罢免的议题，我们反而是非常严肃的看待新开展的会期，所以我们对于国会的运作比较多的探讨。因为助理会案件百万交保的立委林大华，唔拿大说食饭，大家翕相相片，也发文鼓舞高扬，强调大家互相交流加油。但天会是破病也是来台北参加，并且大说甲赖清德翕相的相片，强调会甲赖总统徛斗阵，捍卫人民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就任发动关税战争，讲明就是咱台湾抢走因美国的半导体生意。有民调就表示讲，超过60%民众认为台湾的半导体就是护国产业，两看若拍起来，美国应该会出兵。另外嘛，有85%民众反对台积电甲2奈米上先进的晶片转去美国生产。美国总统川普1月20上任，提出关税的议题，各国拢无用想办法的应用。有基金会针对上升国际局势做民调，发现有要50%的民众认为台美贸易无符合对等公平，也是有超过60%的人认为讲台美贸易是美国较占赢。他认为说，美国完全不需要。透过所谓的这个奖励，就是胡萝卜的方式，而是可以单靠大棒政策，就是一个如果你不依的话，我可以对你用关税的这个手段来威胁这些厂商，然后尽可能去美国本土做更大投资。除了关税的议题，民调还佫指出，有83.8%的人认同台积电是台湾的护国神山，佫有超过60%的民众拢同意半导体产业是台湾的靠山。嘛不离中国若武力拍台湾，以美国带头的西方国家可能会采取军事介入。针对川普讲台湾甲美国半导体生意抢去，有80%的民众拢无认同这款的讲法。大部分的民众认为讲，川普若要求台积电甲2奈米上先进制程刷去美国，表达无同意经济部放行。专家认为讲台积电除了伫美国投资的脚步爱放互较慢，嘛莫应川普政府的要求出手救 Intel。台积电去美国最怕的是它的机密外泄。对不对？机密外泄，那你去 Intel 基本上就给他们了嘛，就更麻烦。川普觉得台湾人好欺负嘛，你怎么可能叫你去救你的竞争者？根本是完全不合理的。那当然，他可能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啦。所以我们希望台积电或政府真的要找个应对的方法。专家认为讲，现阶段台积电应该爱甲美国好好谈判，为家己来争取，才会当得到美国的尊重。另外，台湾政府嘛爱出手斗相共，让台积电一直徛伫产业领先的地位，才有谈判的本钱。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在咧上大条来看，台南市长伫咧东宁路甲胜利路口，一台奥多摆弄到一个70几岁妇人人，转人走去。无受到讲伫咧下一个路口，随个弄到别台机车，家己嘛受伤送医。经调查，这个骑车的少年人是干那15岁上大生，伊是去弄到一个查甫人，一路就弄3界，又搁是无牌骑车，才来造成意外。河市变市顶，妇人人去行，却是互另外一边抢红灯的骑车人弄到，也过造成事故，骑车人无看就离开现场。一台救护车拄好伫后壁，确认妇人人伤势无要紧，只是骑车这个人，搁伫另外所在发生车祸，伊甲另外一台奥多摆对面2个人拢受伤。被波及的拇指，要警察嘛搞啊！造成事故这个人互送医救治，不过已经连续3摆启动着人车。一开始敢若先伫东宁路连心路口，甲69岁查甫人发生车祸，了骑往东宁路胜利路口时，伊佫甲70岁骑车阿嬷弄着伤，佫再倒走，一直到东营街青年路弄着另外一台车，才用送病院。这规个过程民众拢有看到。他就转头就加速就走了，对啊，那。一直到我追上他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撞到人了，你知道吗？”他转头看了一下我，然后马上加速就骑走了。警方初步调查，这造成事故的人未成年，只有15岁，伊无驾照，不过也无酒精反应。初步了解为无照驾驶，疑因肇事后心虚逃逸，并依肇事逃逸及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刑法规定，使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事故，致使人伤害而逃走者，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由这骑车人未成年，身为法定代理人的父母，民法规定爱负连带责任，强行爱负赔偿者责任。由这骑车人也伫救治，警方会等伊伤势较好了后来调查车祸发生的经过。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市最近是又搁查到毒品工厂，其中新型毒品依托米酯嫌凡事拢专卖予约未18岁少年人。另外，伫咧台北市是有掠到一个22岁查甫人无牌骑车，经过警方的搜查，佮对这机车内底超出一大堆的毒家背包。趁停红灯的时，警方去甲伊拿走。有驾照吗？面对警察问话，技师坦诚讲无驾照，不过伊的言行甲动作表现真古怪。员警扩大调查，伫机车的置物箱发现状况，有44包因泡泡玛特机械内部多样的物件。不过这拢是毒家背包。涉案的22岁姓李的男性，正常伫台北大安区涉嫌无驾照又搁倡赌，因若敢有食赌骑车，即马当地检验厘清。正当民警依法执行扣车时，见李兰神情紧张，后续便自行交付藏匿在置物箱里面的第3级毒品。全案讯后依意图贩卖毒品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这款的毒家背包已经拖入去青少年族群，即马佮加毒烟弹，加重新型毒品四集团的情形。亲像伫新北市，警方就装到毒品分赃厂查扣的依托米酯烟弹，嫌犯是锁定卖予青少年。当场查获白姓及蔡姓2名犯嫌，以该指经营2级毒品依托米酯，俗称上试验弹的制毒分装工厂。毋但毒害青少年，制造的毒品也包含 K 他命、毒药灯、毒家背包等等。掠到2名毒贩，如今也予以毒品条例来移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有一种新的行动电源，是用吸接原理，直接吸伫咧这手机后壁，会使直接充电。不过，嘛有人勘问讲，上班充电充到一半，所相当爆炸，害着伤。这业者嘛表示讲，因的产品拢有经过认证，若是民众买着袂放心，嘛会使摕来换。这位女性坐伫办公桌头前，工作到一半，雄雄胸坎头前一阵火光。搁来到砰一声，足大声，互伊规个人向后飞出去。边仔的同事是惊甲硬去啊，因为这熊熊的状况，竟然是伊的行动电源充电到一半爆炸啦！我差一点那个命丧黄泉，因为就在我前面而已，睫毛跟我的眉毛，还有嘴唇，还有脸颊，全部都被烧烫伤。这种意外，互伊毋拿衫，互烧歹去，佮有伊的喙皮、目睭皮拢烧着伤。事后，这位查某佮发文警告讲，自吸式的电池真正唔通用，会爆炸。但是因为磁吸比较方便，它就吸在手机后面，而且又薄薄的一块，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拿它进到浴室啊或者其他地方，那多多少少可能会碰到水或者其他一些环境里面，造成它的电池损坏是有可能的。爆炸原因搁咧厘清，不过根据了解，爆炸行动电源是阿哥元素机械自吸式行动电源。这位女性去年9月才伫实体店面买到，使用无到半年。针对事件，阿哥元素是发布声明表示，工程技术团队正在积极调查当中。另外，若准消费者手边的行动电源有符合2个型号，会当免费换新品。另外，佮强调讲，所谓充电器类的商品，拢通过经济部标准检验局，也佮有国家通信委员会 NCC 的相关认证。看说他可能有没有什么负面的评论吧，也是看说他就是认证上也算是一个保障吧。特别注意品牌的部分。挑大品牌。对，比较安全的。有认证的产品发生爆炸的事件，经济部标检局伫交稿进前也未回应。不过专家也强调讲，就算有经过认证，若准错误的使用习惯，依然有电池歹去的风险。日常的使用一定要注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日另外有人较爱水，喙齿生了较无好看，拢会用喙齿套来瞧。技术即马嘛愈来愈进步，毋免像以前安尼爱夹铁线。毋过嘛有人指控讲，因是去用迄种透明的、看袂到的喙齿套啊，颠倒害因的齿环救去，甚至自救会爱业者来赔偿。来自新加坡的稳型齿套品牌典雅，透过名称、网墙等代言。大量现金行销，也毋过传出有部分消费者使用了后出现状况，像有人的喙齿矫正进前，头前齿好好的，也毋过矫正了后加合出现问题，甚至造成齿环萎缩，加做永久性的伤害。目前已经有200多位受害者成立自救会，要向厂商提告讨赔。已经佩戴大概2年左右的时间，我其实下排的牙齿还陆续在增加，萎缩的颗数，那竟然出现割舌头，把我舌头割成这样子的状况，牙龈被压到红肿，舌头被割破。
自救会成员表示，电压产品所谓的医材许可证，卫福部是药署之核准矫正软体甲原料，并不是核准起套成品。也毋过，电压母公司优雅所直接伫中国制造稳型矫正起套成品，佮用快递输台，依据液体技术司法规定，客制化医材服务，要由专业的喙齿技师制造。电压产品亲像违反相关的规定。透明矫正牙套成品为客制化器材，为医师人员执行法定业务之产出。该牙套之输入无需另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查验登记或登录。食署强调，自救会所公布的产品供应来源、广告等代志，已经请所辖的卫生局协助调查厘清，会依法办理。红点名的联雅台湾公司是发声明强调，产品合法合规，也非常重视消费者的权益。这件代志背后涉及恶意市场操作，已经采取相关法律行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新光三越爆炸，12楼外口安全防护计划，这市政府已经同意备炸，业者嘛开始咧叮当，强调一定会赶紧来完成。另外嘛，风声讲新光三越即马当咧找所在，准备要搁开一间，业者是表示讲，详细是爱搁讨论，也未定案。两个大型吊车停伫新光三越中港店边，随时准备吊挂工程人员。台湾大道这边进行到安全规矩已经用好啊。新光三越为即日开始清除外边物件，不过员工甲厂商被搬废物，要搁等甲相关地区安全无问题。不同楼层有不同的管制计划。受事件影响的区域的部分，它只是必须封闭的。另外，属于缓冲层安全无虞的部分的话，它必须由新光三越管理者，然后来申请核可人员才可以进去。都法局指出，已经同意备查新光三越提出的建筑物安全评估人员进出计划。不过，后续新光三越也是要提出查勘结果甲安全防护措施。都法局同意了这样放行。即卖也传出新光三越甲厂商开会了后，决定伫台中设务设地质卖场。新光三越23下晡强调，目前无正式定案的计划。重点是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员工有一个短期的安置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计划，以及能不能去服务到我们原先的客人的部分在。那至于目前其实真的是没有把计划定下来，只是在我们的副案当中去想，可不可以把这些方面做得更快，做得更好。新光三越表示，目前咧针对将近4000个员工的短期安置计划，研究各种可能，继续甲合作厂商沟通人员安置的代志。另外，检警调查的部分，到目前已经审问76人，不过依然拢在证人身份，也佫无人转做被告。记者综合报道。又佫出现劳工争议事件。在国内专门咧做员工上下班系统业者，讲最近有真侪糖厂员工，拢投诉讲公司不准因请假，下班搁留下，互员工爱处理工课代志等等，要求市政府都要严查，依法来裁罚。捍卫劳工离线权，捍卫劳工离线权。大社会保卫劳工离线权，劳工协调团21号早伫劳工教育大楼头前抗议上合行。下班了后，厂长继续伫通讯软体要求员工协助排除工作的问题，又搁无互因加班，要求市府明查，依法裁罚。我先生下班之后处理孩子的当中，还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已经占用家庭的时间。我们劳工离线权的部分，其实还有很多的雇主没有这样子的法律概念。下班公司还会再来打电话说什么赶快回电，或者是说在那个上面有非常多的讯息，就是说，请问哪一件事情，好，这个怎么处理，处理到哪边？有关劳工离线权，劳团表示，法国伫2016年就明定伫劳动的相关法令内底，美国和其他国家也有相关的讨论。台湾煞慢其他国家真侪年，要求主管机关重视。针对全国出名的财经系统业者上合行最近对发牵抢的争议，劳团认为讲，主管伫下班了后，伫通讯软体交办工作应该立即加班。对此，资方代表无愿意受访。商和行股份有限公司因为调动及资遣费、非自愿离职证明书，还有加班费的争议，申请劳资争议调解。那并在今天要召开劳资争议调解委员会。
劳动局表示，除了劳资争议调解，劳动检察处也伫20受理商合行无理由唔批准员工请特休，佮有牵连到无依法附加班费等数项的检举案，会派员实施劳动检查，并且依法查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基隆第4天然气接收站拜3就要开环评大会，所有环保团体就批评讲，开会听证人数限制上济敢若20个人，有意见佮抽签才会使讲，根本是无尊重民意。环境部长裴克明是回应讲，无一定都爱亲身来，买当网络来参加。分批讨论，专案专审。受其批评，环境部真含糊，几下个全台公民环保团体20早起伫环境部大门口有布条抗议环境部。日来环评大会要用抽签来决定是接环评有关民众发言权利，人数更较设上限20人，是咧互民主倒退路。彭启明部长提到说，因为上一次在专六审有许多的民众发言，造成会议冗长，我们觉得荒谬至极哈，大开民主倒车。老实说，60个民众发言，在环境部严格控制，一个人只能讲3分钟的状况下，我花不到3个小时，就说难道你能多听点人民的声音都有困难，都不愿意吗？顶伫基隆失接案环评专六审，造成建议通过甲建议无通过2案并呈上大会。廖志仁、王胜之批评，环境部自手启动环评总体检，回应社会，调整环评制度，然过另外一手却点点啊搭建环评红火墙，无顾外界无实质心在批评，变成了是过水的环评，其实就是为了要成就开发单位快速的审查通过，希望用更多的参与的机制来让大家能够真实的参与到环评大会里面，就不见得一定要在里面有发言，因为其实很多环评委员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发言也都有重复的一个现象。对外界质疑，真大会来正反两方的人数无同，恐惊会影响环评委员决定。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并未影响，加上多年来台电网站已经累积几啊千下的意见，民众有新事情也会当透过网络方式来提出。另外20人的人数限制也是以过去法令来定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上紧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已经公开表示，愿意用总统大位来换未来和平，嘛愿意用实质来做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条件。也针对美国总统川普要求5000亿美金天然资源的稀土协议，这泽伦斯基是表示，会甲美国搁再详细协商。23伫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场乌克兰战争论坛顶面，总统泽伦斯基公开承诺，若准伊落台会当换乌克兰的和平，或者是成功加盟北约，已經準備好啊。Якщо мир для України, якщо вам дуже потрібно, щоб я залишив свій пост, я готовий. Друга історія, можу поміняти це на НАТО. Якщо є такі умови, одразу.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积极介入结束罗西亚和乌克兰战争的谈判进程，也予伊和泽伦斯基的关系拍不睦。顶礼拜佫讲泽伦斯基是无经过选举的独裁者。纽约时报日记是引述北京的消息来源指出，泽伦斯基应该随离开乌克兰，刷去法国大，卡免阻碍到罗西亚和乌克兰的谈判。泽伦斯基23强调讲，敢若真正的独裁者才会感觉互川普模范。若准乌克兰的戒严法结束，就会举行选举。Після закінчення воєнного стану будуть вибори. І люди зроблять свій вибір. Так, десятиріччя у владі не збираюсь бути. Але і Путіну бути при владі над територіями України не дамо. 也若川普政府要求乌克兰签5000亿美金，大约是16.4兆的台票，真悬的天然资源交换协议，来保障美方过去3年对乌克兰的各项援助。泽伦斯基23强调讲，以伊的理解，美国是拨款援助乌克兰，唔是贷款，也无需要还，也绝对袂签下这种留予乌克兰子孙济的协议。Все нормально. Я просто хочу діалогу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я справедлив в тому, що я хочу діалогу. Я не підписую те, що будуть виплачувати 10 поколінь українців. 根據《紐約時報》得到的上新協議草案，
美方要求乌克兰提供包含矿产、天然气、石油等自然资源收集的一半，也佮有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收益，一直到达到5000亿美金为止。并且协议佮规定讲，未来美国每提供1美金的援助，乌克兰就爱还2美金。泽伦斯基强调讲，协议根本无提起到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所以伊袂签字。也重新强调，未来任何有关结束战争的谈判，必须要加入乌克兰、欧洲国家甚至土耳其。公司新闻竟完全编译。美国航空一架纽约要飞印度顶悬载199个人的飞行机，中途讲接到炸弹恐吓，赶紧去洗翻头。意大利的战机嘛升空保护，降落伫罗马机场。加载是经过相关单位详细检查，无发现炸弹，确定是假消息。透过战机视角，会当看到甲另外一架战斗机同齐护航。这架美国航空的班机，这是美航一架原定为纽约飞去印度新德里的班机，伫飞过里海顶面的时阵，接到公司通知炸弹威胁。迄当时离到新德里也有大约3点钟的时间。I think we got past Rome, and I think we were maybe like 2 or 3 hours away from India. And then the pilot came on PA and said, there's been some security issue, like we need to actually turn around and fly to Rome instead. And then we didn't hear anything for a couple hours. And then when we got closer to Rome, they mentioned that the Italian Air Force was going to fly some jets next to us. 这架编号 AA292的美航波音787-9陆航客机，搭载199名乘客甲机组员。伫2架战斗机护航之下，当地时间23下到5点22分降落伫罗马费乌米奇诺机场。航班降落了后，随即接受执法单位的检查，并无发现炸弹，乘客也爱接受另外安全检查。确认无问题了后，有假伫罗马过暝。 Everything was surprisingly calm. Like in your mind, trying to play out scenarios like that, you think people were in a panic, but it wasn't the case at all. Everyone just sat. I don't really think, even after the 2-hour point, I don't think the majority of people knew what was going on or had an idea about the bomb threat. 不过，就算最近以外事故定团，全美国也发生几啊摆空难。不过，好野人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有关决定裁减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超过10%人手，就算防止技术研究甲滥用药物的项目也袂当免除，引起管理界站甲机场员工忧虑，这支裁员真无道理。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 天气的消息，因为大陆冷气团影响，拜一今日全台湾也是冷气机。明仔载拜二透早，新北、新竹、苗栗也有可能出现10度以下低温。不过过中昼会渐渐转好天，礼拜天气会较烧热。 骑奥多麦等车红顶的民众，嘴暗挂条条，天气实在受过冷。气象署指出，拜一受到冷气团影响，台湾本岛地区上低温出现伫咧新北5股，干那9.5度，而且这款低温的天气形态会维持到拜二。透早也是有机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但是晚昼开始温度会渐渐啊回温，尤其是228假期期间，各地高温会升到25度以上。礼拜2的白天之后，我们看到。 全台各地的温度普遍是持续到回升尤其到228连假，各地的高温普遍都会来到25度附近所以后期的天气算是相对比较温暖的。一拿落雨的部分，气象署表示，拜一北部、东半部地区水气多，局部地区会落雨；拜二北地地区拢是出日的好天，拜三局部地区会落雨。下一波天气稍微转变的时间，预计会是在25号的深夜。那其实是在包括礼拜3、包括礼拜4的2天。 华南会有一些云系移出来那包括中部以北、东半部还有离岛，可能会有些零星飘雨的状况另外，气象署嘛提醒拜一东北部沿海，阁有恒春半岛可能会出现长影。拜二开始，台湾西边、金门、马祖较高有较低的云，请民众出门爱特别注意。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 咱若出国坐飞轮机的时，这航空公司有诶拢会提供毯仔甲枕头，毋过嘛有发现讲有诶人会甲毯仔头摕转去，这种小贪的行为嘛引起众人议论。
无人机降落进前，头前旅客一直向排包内底洗物件，抑个原来天那些罐头砍掉咧，拢互后边乘客翕落来。破地下关白台指出，头前翁某向空服人员偷摊了后，无摕来家，反倒等洗伫无内底，搁伫落无人机进前，偷偷放一笔随身行李内底提走。有网友表示，摊那是大家用的真垃圾，唔敢摕来用，竟然有人要摕回去。这是飞机上的资产啊，我觉得不 OK， 因为那毕竟是航空公司的东西吧。看那个你买的那个机票价位是多少，如果他那个是本来就已经说是包含在内的话，那就是可以拿。目前三大国际航空虽然每一项规定有寡无同，不过基本上摊啊枕头、餐具、杂志、甲现大型飞机拢用着好使用物件，被看作是公司的，旅客免凊彩提走。不过一次性的旅行包、牵拖经济舱的飞机都用提走。飞机上的毛毯原则上是不能够带下飞机当作纪念品的，像是有过夜的情形，我们也会请地勤人员将飞机上的毛毯作为清洗。另外一个飞机上不能带下来的东西呢是安全须知卡，因为跟安全相关的东西呢就是完全不能少一份，如果少一份的话，这台飞机是不能飞的。专家提醒，每一个位的都有乘客唔通黑白提走。那假是有介意的物件，无确定是不是应提，上好是亲亲问空服人员，或者是直接到航空公司的店面来买，这是正确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加强重大灾害发生的应变能力，这嘉义县的消防局招特殊队甲县市的4大病院来合作，实际来演练，增加救援的经验。慢慢讲会来加强这消防甲医护人员之间的合作，未来救灾会当愈来愈顺。搜救队员运用声音的走出设备，甲需要救援的对象救出来了后，医护人员连面来替伤者治疗。嘉义县特殊队运用科技的设备，配合嘉义4大病院的医师甲护理师，做伙举办救援的模拟演练。其实，在搜救现场我们需要借由这些仪器来增加我们的一个搜救效率。那确实，现在高科技的东西真的带给我们整个在搜索的进度都会更加的快速。嘉义县的地档足平缓的，咱在搜救当中医疗是一个足重要一环，所以讲，让咱的工作会使更加顺利来进行。嘉义地区自1月2日发生地动了后，地动灾害预防甲救援嘛引起社会的注意。为了要加强救援的效率，嘉义县特殊队就邀请嘉义中间大拿主席甲嘉义阳明病院的医生甲护理师加入，要透过演习来增加合作的经验。有加入特搜组里面带来的最大不一样，就是我们患者在拯救的过程中可以加入一些医疗的思维，包含一些前置的处置，可以让患者救出了之后生存率更高，预后更好。嘉义县政府投入约2000万，伫2023年成立嘉义县特殊队，结合医护、土木技师甲消防人员，计共136人。嘉义县消防局表示，去年特殊队已经得到中型搜救队的资格，这月嘛加入消防署国际人道救援的认定，要来协助各种重大灾害救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过来看高雄旗山的马头山在地发现讲，伫咧1月份的时有科技的车辆来偷盗粪扫，马上通报相关单位。经过40几天的埋伏搜查，检方是做一届抓到7个人，以废清法来起诉，而且限期爱甲偷盗的废弃物拢总清掉。都超过同样管制标准，然后同管制是400嘛，然后这是12000多。提快速机器凊彩测，土巴内底重的量已经超出管制标准30倍。马头山我近内湖附近的地区，1月互人偷盗事业废弃物，环保团体发现随通报，经过5月埋伏收集证据，20环保局启动检调来过，发现这大个除了营造业的土屎以外，更有电子业的塑胶粪扫甲不明的黑色土粉，因为验出重金属超标。这个所在佫是伫水源地，环保团体呼吁检调一定要严办。更何况码头山它本身在这个地方地质就非常的脆弱，那底下污染的水源，它就会流往二仁溪或高屏溪，那这个是全体一个环境共同买单的事情。这有毒的废弃物大约深度超过4公尺，总量大约有2800吨。环保局估计清运处理费用超过1亿。这个所在有保育类的台湾水鹿、拉力等野生动物，附近的湖佫是当地农用水源。环保团体要求赶紧将废弃物再造，好好处理受污染的土壤，若无后续的影响真歹估算。跟土壤混在一起，所以它其实造成这里土壤极严重的污染。尤其我们从这个看下去，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湖泊，然后这边又是在比较高的地方，所以下雨的时候，这些就会顺着这个跑下去了。气质规模庞大，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本案涉及非法弃置废弃物，依法可处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并可并科1500万元以下罚金。因为20抓到7名嫌犯，和桥头地方法院裁定交保。现在地检署也考虑要提出控告。环保团体认为，安尼做唔是头路，袂当放火规山，互因甲尾流藏起来，一定要追查源头，才会当互这不法分子唔敢搁黑白来。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那讲到现代人无爱生囝，颠倒爱饲狗仔甲猫仔。最近这几年，每一年新登记的宠物，都比新出世的囡仔更较侪。也另外，这动物伴生死的问题嘛，愈来愈受到重视。针对动物伴过身的丧葬服务，这农业部是表示会继续来辅导业者来做用地合法登记。手机啊、相簿内底拢是含心爱的狗仔、花花、旅行的记忆。对本岛到外岛、上山下海，搁做伙耍耍，早就已经互王先生认定是永远的亲人。花花17岁离世，想起来也是互伊目眶红。最后一程，伊也委托宠物生命业者，互花花通真体面来告别世界。除了是好朋友以外，也是家人。那他们要在走之前，也要有得到一个应有的，基本上最好的一个方式，不是只有随便就是包一包，然后好像垃圾这样子丢掉一样。不过，过身送别的全台湾数百间宠物生命纪念业者，有真侪拢伫定义无清楚的地带，大主大意设立宠物尸体小型焚化炉，甚至是投机说名目收钱，拢摊上真侪证据，甚至有公共安全的记录。目前全台湾，敢若桃园甲台中有相关驻地条例。业者爱得到地方政府的许可证才会当营运，其他的县市敢若农业部所定的审查作业要点来规范。虽然2023年已经绑定合法化的标准，不过申请的业者犹原无到实际营运的数量。目前大概已经收了有70几件，我们已经同意了10几件。我们目前的那个变更编定是中央同意之后，那地方还要去做一个实质的审查。那实质审查之后，这个土地变更成特定目的事业用地之后，它才能够去申请后续相关的一些建筑的一个规范。宠物伫主人的心内留下宝贵的生命经历。最后一程也好好啊讲再见。不过大多数的县市政府无定驻地条例，农业部坦白讲，业者伫营运的过程当中，只要得到商业登记，实际上也毋是无合法。目前宠物饲养业者上接拄到的问题，就是土地合法化，安怎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同，确保公共安全，也当好好处理宠物的丧事，犹原是挑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的永康街2022年有入选英国 Times Out 全世界上水上界趣味的街路，目前是当咧做道路设计加人行道的整修工课。市政府嘛表示讲，配合台北市新出版的道路设计手册，未来市内道路整修就拢有通遵照。大型机具、家具的人行道全部挖掉，再搁重新拍底，对基站到表站全部翻新。不少观光客来台北一定会拜访的台北市永康街上款，目前单边的人行道已经完成翻修作业，铺面的材质比过去风水也较平，线型扭直了后，跨度也增加。本来拢关街啊，人会跋倒啊，即马袂啊，即马拖菜篮啊，什么拢足方便的。以前都是要拉到那个车道去啦，上面这边就不好，因为不平，所以都要拉到车道那边才会比较。现在就不会了。当地里长表示，因为观光客多，常常有有行李，佮有塞婴仔车的旅客行伫人行道，和当地居民共同使用人行道。过去就发生过有人下紧互卡条咧，跋着伤的案例。不过大翻修牵连到商店的生理，在地也有无共款的意见。经过真侪届的争取，市府就要同意换新。我的里民就曾经受伤过，就有人断过脚，也有人断过手。我们这里是永康商圈，是国际商圈，所以进来的观光客是特别的多。我们也不希望说这个行人的人。就是人走在这个人行道上面，被绊倒的这件事情，如果上到国际新闻的话，也是不好的。台北市交通处坦白讲，交通措施的成败，关键是沟通和共识。台北市最近也创全台湾首例，推出台北市道路设计手册，针对新混的道路，搁有常常发生意外路口和特殊路口优先改善，其他是伫路面更新的时阵做伙改善。透过图像化的方式来简单呈现。这本手册除了能够作为相关单位设计道路的一个依循之外呢，也希望能够作为与当地以及居民沟通的一个平台和桥梁。
市府表示，手册整理中央法规，配合图片，并且以交通优先区做例，说明措施的用意。正做相关单位设指引以外，更加希望会当借此和用路人沟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南关庙毕业后的宝东窑，2021年是因为地主种地要开路，去挖到清国做糖的遗址。即卖是经过3年的考古研究，确定就是全台湾目前第一个清国糖烙窑的遗址。对台湾的做糖历史是有关键地位。文史界嘛望讲会带原地保留。这个是专门生产区，这专门清朝的时阵的工厂啦。甲旁部掀开，会当看到一大片叶皮啊，阁会当看到古早时代制糖的古窑。虽然遮有互土盖过，不过因当讲也是看甲真清楚。这个地点就是清代的下路窑。方向正是窑尾，窑头在前面，它的窑尾结构保存得非常完整。我们可以看到后窑壁，烟囱的烟囱3个一排。还有烟囱下面的排烟道，这些结构呢，很清楚的呈现了所谓半岛堰式的窑炉结构。2021年，因为地主要整地开路，才去挖到这个清朝做糖的遗址。不过，其实文史界伫国较早之前就已经发现啊。大概在103年的时候，我来此踏查，突然发现这一块石头，那距离现在大概有3500到4500年，特别在周遭巡视，竟然发现有糖肉的，还有肉罐。那么我确认，这边就是一个糖肉的遗址。伫遮嘛发现到大量清朝用来做糖的工具，这即马伫台湾嘛已经真罕见啊。为着保留安尼历史人文特色，文史界是希望会当完整保留。窑址位在私有土地上面，那对于后续的一个所谓进行扩挖的一个调查，亦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字的审议部分必须要再跟土地的所有权人那边来进行一些讨论那希望能够让整个一个遗构的一个完整性可以在后续的一个调查里头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学者认为，这清代的下路窑虽然敢若剩一部分是完整的。不过，对台湾的下窑甲制糖的产业历史来讲，也是真重要。当地嘛建议会当设文物典藏来保存，互后代会当继续来了解故乡的历史。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台湾文化基地每个月第3个礼拜日，拢会举办母语讲故事的活动，配合文化部台语家庭的计划，嘛有算点数。有家长是讲，因唔那是来听故事的，嘛要对志工学对囡仔讲故事的美感。淡水秋，出角鸟来作秀。讲故事志工先讲一句，带大人囡仔对咧做伙来唱念。台北的台湾文学基地为着响应世界母语日，2月23举办母语讲故事的活动。这届讲的故事是台文馆新出版的绘本《树仔幻世妖的记》，在讲台湾文学基地这片日本宿舍群和内底的老树丛等等的故事，让民众了解这个基地因过险啊风听调的历史。为日本时代，甲即嘛，这当家以前合作，日本时代做3班桥过，为着这个基地咧，听调进前宝贵只都徛出来讲这个基地袂使当砍掉，这个是文化保留，是我细汉时阵咧佚佗的所在，是阮即搭共同的回忆。志工表示，伊伫遮用台语讲故事已经讲半冬，这几年看到愈来愈侪台语绘本的出版品，嘛，互伊甲真侪用要放袂记的台语，佮捡倒来。一寡为着台语家庭计划要捡点数的家长，嘛，带囡仔做伙来听故事，算验国规。家长表示，来参加这种活动，嘛，通学着参囡仔讲故事的技巧。参加这种活动就是看无共款的老师的表现，佮有老师教一寡新的歌，也是新的游戏囡仔会使耍，因为爸母可能较甲故事讲了，袂想着讲会使佮带一寡活动安尼。为着文化部推动的台语家庭计划，各单位拢有办丰富的活动。不过有家长是建议讲，得一寡针对大人举办的讲座活动，会当增加到带囡仔的空间，互囡仔坐袂调的时有安全的所在通耍，大人嘛通安心上课。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
下晡报天气车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3度到15度，中部地区13度到20度，南部地区16度到23度，南部地区13度到20度。高岛地区8度到15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